是强快，春天秋天等袂停。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下第55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永成组长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来一起祷告。慈悲爱世人的阿爸父神，谢谢你，在此清晨的时刻，再次和你相见，请听您的话语，并且透过陈牧师的解说，让我们更为明白真理，进而行出荣神益人的行为。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下的22章同时也是记载在诗篇第18篇，是大卫得胜的诗歌，是他在过去时感念上主的拯救，写诗来宣告颂赞上主的作为。也看见大卫说，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善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大卫心存诚实完全，所以上主用大能来拯救大卫。大卫也回顾上主的救恩，来见证上主帮助他来打败他的仇敌，不论是外族或是在国内同族人上帝都与他同在。那大卫也用诗歌歌颂上主，因为他是替他伸冤，而他只要谨守他跟上帝的约定还有关系，那上主也要永远拯救他的后裔。那也提到了大卫之约。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23章，是讲到有关于大卫的遗言跟大卫时代的勇士。那我们先请永成组长带我们来读23章的第1节到第7节。耶西的儿子大卫是上帝重用的人，雅各的上帝高立他做王。大卫为以色列做很多优美的诗歌，以下这首诗是他的遗言：上主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信息在我嘴唇上。以色列的上帝发言，以色列的保护者对我说话。那以正义治理人民，以敬畏上帝掌权的王，好像日出时的曙光，像太阳照耀无云的清晨，使以后的青草欣欣向荣。上帝要这样恩待我的后代，因他与我立永远的约，永不废弃的誓约。他一定成全我的愿望，赐下救恩给我。不谦的人好像被丢弃的荆棘，谁都不敢光着手碰它，要碰就要用铁棍铁矛，它必须用火烧尽。那如果我们读完撒母耳记下到24章，再继续往后读是列王记上，那会发现在列王记上的第2章一样也有大卫的遗训遗言。那大卫在列王记上的遗训和遗言是交代给所罗门，是交代他要做的事情。那但在这个撒母耳记下23章，大卫的遗言呢，是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呢，还是讲到了上主，是一个颂赞。那这首歌呢，不仅是遗言，也是诗歌，也是智慧的箴言，那甚至也是一段预言呢。那但这预言是来自于上帝的应许。那所以大卫也领受这样的话是从上帝的灵所领受的。所以第2节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他的言语在我舌头上。那上帝的应许是要用公义来治理，用敬畏神来治理。这样的王要像日晨的阳光，像清晨的日出，像雨后的光辉，在嫩草地上。所以这是一幅美好的景象。第5节也讲到大卫他的家，大卫要在神的面前就要用这样子的景象来治理上帝的百姓。所以这约是全备的约，是稳妥的约。而大卫是因着上帝一切的救恩，那上帝要来成全他，所以上帝赐下了救恩，让大卫能够成为以色列人的牧者。
但最后6、7节，这些不敬虔的无赖之辈呢，好，就像被丢掉的荆棘，好一碰着就会被刺伤，好，所以是没有人要去修剪，没有人要去牧养。要去处理他们的人呢，必须要用工具，用铁棍和矛杆、铁棍和铁矛，甚至要用火来去处理这一些不敬畏上帝的人。所以这是大卫他最后的遗言哦。那也只有在撒母耳记下这一段可以看到，这也是一首的诗歌，好，但没有在诗篇当中。那是一个大卫的宣告，也是一个默示上帝给他的感动。好，那接着再请永成组长带我们来读第8到第12节。好，第8节，大卫手下著名的勇士名单如下：第一个是他可门人约瑟巴瑟，他是三巨头的首领，他曾在一次战役中用矛刺死了800人。三巨头的第二个是雅各族人所多的儿子以利亚撒。有一次，他跟大卫向那前来攻打非利士人挑战，以色列人后退了，但他站在那里跟非利士人拼命，直到他的手僵硬，不能松开手中的剑。那一天，上主使他大胜。后来以色列人回到以利亚撒那里，不过只剥光敌人尸体上的盔甲。三巨头的第三个是哈拉人亚基的儿子沙马。当非利士人集结在利希的扁豆田里时，以色列人都逃跑了，但沙马站在田里抵抗他们，杀死了许多非利士人。那天上主使他大胜。好，那这一段3勇士的记载，还有接下来30勇士的名单呢，在同样历代志上的第11章也有完整的记载。但历代志上的第11章呢，是把这些的勇士的名单呢放在比较前面，就是在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之后，先介绍这些的名单，然后历代志还介绍了12支派跟随大卫的名单。那再来就是讲到大卫如何迎接约柜的过程，那跟大卫他在耶路撒冷所进行的改革，还有这个颂赞呢。那所以这个是历代志上的记载，但在撒母耳记的记载呢，是把所有的故事都讲完之后，那才把这些的名单放到后面最后面的地方。那因为撒母耳记是比较早前期的作品，历代志上是比较后期的作品，所以在这历代志当中的记载也把这个事件这些的人呢一开始就放在前面了。那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卫的3个勇士呢，不论是第一个约瑟巴斯，或是第二个以利亚撒，或是第3个沙马，那这3位呢都在前面的撒母耳记上下当中记载的都没有记载关于他们的英勇的事迹那反倒是到最后面才来成为附录来补充。譬如说约瑟巴瑟，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居住安息当中，那在历代志叫做亚述班。那第二个是以利亚撒，意思就是上帝已经帮助，那沙马的意思就是惊骇。那他有讲到他们呢都不是他们的出生地呢都是一个小地方，在圣经出现的并不多，像约瑟巴瑟是哈格摩尼，那以利亚撒呢是亚和亚人，那沙马呢是哈拉人，这些地名呢在地图或是说在经文当中都很少来介绍。好，那但是他们的同样的共通点呢，就是他们面对于非利士人都非常的英勇好，所以像约瑟巴瑟就击杀了800个人。好，那这800个人是谁？好，也有可能是非利士人。好，以利亚撒呢就是击杀了非利士人，好，甚至呢可能是
他一个人好用了刀好，然后来击杀非利士人。好，然后击杀到他的手呢，好，跟刀呢几乎都粘在一起啊，好，手都僵硬了，不能松开啊，好，就是刀跟人已经合为一体。那沙马呢是在红豆，好，现代中译本是写在扁豆，历代志上是写在大麦田啊。好，那在田间呢，好，他可能是一个耕种的农夫，好，那或是他可能这是他熟悉的地方，好，击退了非利士人。让非利士人逃跑，而沙马呢就守住了那些的田哦，好，并且呢也使上主的军队大获全胜。所以这3位的勇士三巨头呢，那他们都可以说是以一挡百啊，那一个人呢就胜过一群甚至更超越以色列的战士啊。好，那约押呢，亚比筛跟这个约押三兄弟呢，好，亚撒黑，好，那他们也是大卫的亲人，好，但也是被指派大卫指派做元帅，好，但是跟这些勇士比起来，他们的地位显然是不同。好，那因为这些元帅好是正规的，好，那这些勇士呢，好，可能是在跟随大卫的时期，好，那不论是在王国时期或是王国前、王国后。那都是在他身边当中非常重要的团队啊。那在英文当中，三勇士呢叫做 The Three， 就是这3位。那这3位呢，不用说他们的职称，只要说这3位呢，这么就知道是哪3位。所以这3位约瑟、巴瑟、以利亚撒和沙马，他们如何的以一挡百，或是力挽狂澜，好，然后这个刀跟人呢连在一起，好，但是仍然打死不退，或是中流砥柱，好，来击退这些外来的强敌啊。所以因此被记载好在这个文献当中，好，那让人能够来追念。虽然在大卫的故事当中，他们并不常出现啊，但是这样的记载呢，出现在撒母耳记下，又出现在历代志上的第11章。接着再请永成组长带我们来读13到17节。13节，收割的时候，30勇士中有3人下到大卫所在的亚杜兰洞去。那时有一对非利士人驻扎在利法因谷，大卫在一个设防的山头，一群非利士人占了伯利恒。大卫思念家乡，说：“我多么想喝伯利恒城门边的井水啊！”那3个勇士就闯过非利士人的营地，从井里打了水，带来给大卫，但大卫不喝，却把水倒出来当祭物献给上主。他说：“上主啊，我怎能喝这水？这不等于喝冒生命危险去打水的勇士们的血吗？”因此大卫不喝。这就是那3个勇士的英勇事迹。那在除了这3位勇士之外呢，那还有30勇士。那在和合本呢，好的翻译有小注解，和合本都写成3个侍卫。好，那但是现在中译本直接把这些注解的意思拿出来用，就是30个，所以前面是 the 3， 现在是 the 30， 就是这30个，所以这30个呢，也是从他们的记载，从这些的内容来看，也是勇士啊。那30个当中呢，有他们去到亚杜兰洞的时候，那可见这就是大卫被扫罗在追杀，躲到了亚杜兰洞，就不是大卫往年被这个儿子押沙龙追杀的时刻。那大卫甚至在亚杜兰洞中时，非利士的军兵在利法因谷来安营哦，所以利法因谷我们前面有提到，在撒母耳记下第5章，是非利士人在利法因谷的时候，是大卫击败了他们，所以这可能是讲到撒母耳记下第5章的时期，大卫他已经成为这个扫罗死后，那大卫呢，他在面对非利士人，那他的当时的情形，那当时
利乏音谷其实离耶路撒冷很近啊，好，也可见当时这些非利士的军队的进攻呢，好，是离耶路撒冷已经离犹大地非常的近。那但是大卫却在这当中战胜了非利士人，并且呢，也在这当中来打败了他们。所以大卫这里提到大卫呢，他在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想要喝家乡的水啊，就是伯利恒的水啊，所以他就在这个亚杜兰洞穴当中，还有敌人的包围当中，那有30个的30有30个中的3个人呢，可能是30中的30去见大卫，甚至帮大卫从亚杜兰洞然后呢穿过了利乏音谷，或是在利乏音谷的防守线当中呢，去到了伯利恒的这个城门前的井水因为这是大卫的家乡，可能是小时候大卫常喝的水所以他在征战的时候想念这个家乡的水。所以就有3个勇士就冒险穿越敌军，然后穿过敌军的阵营防守线，然后将水带回来。但是大卫呢，他却把这水呢直接浇在耶和华的面前就是自己一滴也不喝，当做珍贵的礼物来奉献给神。所以这个也可以让我们看见大卫一个心智，就是他把非常看为宝贵的事情，在战争当中非常渴望的事情，那他的弟兄他的同工也看作是宝贵，所以冒自己的生命危险去取水回来给大卫。但是当大卫得到这珍贵礼物呢，他却没有喝下去，他又把这珍贵的礼物来奉献给神。所以这也可以让我们看见在大卫的心中虽然他有很渴望很渴慕的，但是呢他却愿意把这些他心中所渴望渴慕的呢奉献给上帝所以这段记载同样在历代志上也有记载但是让我们看见大卫在上帝面前的心，也可以看见大卫他的同工那跟他一起上战场的这些勇士那对待大卫是这么样子的卖命，可见大卫对待人也是相对的如果大卫对待人是不给情面的，那相信也不会有这些的勇士愿意替大卫来卖命好，那所以在大卫心中，这些水呢，其实就是勇士们的血，所以他不敢喝。好，但是他把它奉献给主。好，那接着我们再请永成兄对不起，那所以这打水的3个勇士是谁？有人认为就是一开始的3位，这3位勇士亚瑟、巴瑟、以利亚撒跟撒玛但是有人认为是后面接续介绍的亚比筛就是约押的弟弟比拿雅这是在30勇士名单当中的前面2位好，那可能就是这个跟3勇士一样齐名的或是就是30勇士我们等一下会读到的名单当中的其中3位好，那再请永成兄带我们来读18节到23节。18节，约押的弟弟亚比筛是30勇士的首领，他曾用矛刺死了300人，因此在30勇士中出了名。他是30勇士中最杰出的一个，成了他们的领袖，但还是比不上3巨头的声望。亚薛人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是另一个著名的勇士，他有很多英勇的事迹，包括杀死了2个勇猛的摩押战士。他曾在下雪天下到坑里打死一只狮子。他又杀死了一个强壮的埃及人，那人拿着长矛，而比拿雅只用棍子抵挡他。比拿雅从他手中抢过矛来，用那矛把他杀死。这是比拿雅英勇的事迹，他是30勇士之一，是十分杰出的一个，但还是比不上3巨头的声望。大卫派他做侍卫长。以上。好，谢谢。那这里讲到
前面有3个勇士，接下来是30个勇士，好，其中有3位去取水。好，那接下来又继续介绍这些勇士的名单。好，那排在这3个出名的后面呢是亚比筛。好，那是大卫姐姐的儿子，好，是约押的弟弟。那是这里写说亚比筛是30勇士的首领。好，那在和本是写3个勇士。好，所以这个到底是3个还是30个？好，所以这个争议有点难回答。好，但现在中译本是选择是用这30个当中的老大，所以亚比筛呢用枪杀了，用枪就是矛，刺杀了300人，所以他就出名啊，成为这些勇士都是要上过战场，那甚至呢他们都必须要有这个战胜的功绩啊。好，但是虽然亚比筛是勇士杀了300人，但是这里也提到说比不上3巨头的声望，就是前面那3位，所以可以说亚比筛排在第4。那接着又是贾薛人贾薛人比拿雅。比拿雅呢又排在亚比筛的后面，所以可以说是第5。那它来自于贾薛。贾薛呢这个地方可能是在犹大境内的最南边。那约书亚记曾经提过这个地方，但是在撒母耳记下才又再提到贾薛这个地方，所以这个也是很小的地方，在圣经当中很少提到，但是却在这里来出现。贾薛是比拿雅这位勇士他的家乡。那比拿雅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已经建立，上帝已经建立所以他也成为这个勇士当中的名单。那比拿雅呢在下雪天在坑里面杀了狮子。好，那这个也是在圣经当中很少去提到关于下雪，通常都会用雪来形容麻风病，用雪来形容这个上帝洗净。大卫的诗篇也有写到说他用牛膝草来洁净我，使我比雪更白或是在约伯记会常常提到关于雪怎么样融化或是的这些雪的水可是很少提到关于描绘下雪的情景反倒是在撒母耳记下这里提到了，讲到下雪天的时候呢，这个比拿雅也出去征战那甚至呢还杀死了狮子，还杀死了身材高大的埃及人。那也因为这样子他的英勇事迹呢让他的名单呢被列在这些30勇士当中特别还要拿出来强调。那这个比拿雅也曾经做了大卫的护卫长就是保镖那就是保护大卫在大卫的身边好，那接着再请永成兄弟们来读最后的24到39节。24节，30勇士，其他的成员有亚撒黑约押的弟弟伊勒哈难，伯利恒人所多的儿子沙马和以利加哈利人，希利斯帕勒提人，以拉提哥亚人，利己的儿子亚比以谢，亚拿图人，尼本乃，布沙人，散门，雅和人，马哈莱，尼陀法人，希律，尼陀法人巴拿的儿子，以太，便雅悯族，基比亚人，利拜的儿子，以拿雅，比拉顿人，西泰，加什古人，亚比，亚本，亚拉巴人，加斯马佛，巴鲁米人，以利亚哈巴，沙本人，亚善的儿子们约拿单，沙马，哈拉人，亚西岸，哈拉人沙拉的儿子，以利法利，马加人，亚哈拜的儿子，以连，基罗人，亚西多佛的儿子，希斯莱，加密人，帕莱，亚巴人，以甲，索巴人拿单的儿子，巴尼加德人，
喜乐亚门人，拿哈来替以路亚的儿子约亚拿武器的以路人，以拉和加利以色人，乌利亚赫人，一共是37名以上。好，谢谢。那在这一段撒母耳记的记载的结束啊，说总共有37人。好，但是如果我们去数算这些名单呢，好，从亚撒黑开始算呢，好，总共是31人。所以另外有6个人去哪里？好，这6个人会不会就是前面所提到的3巨头加上亚比赛加比拿雅？好，那这5位，那还少了1位。好，那但是我们如果再去对照历代志上好11章的30勇士的名单呢，历代志上的30勇士的名单人数更多，到达了46人哦，好，有46人，所以这一些的名单可能是有的已经战死，好，有的可能是后来投靠，好，那所以名单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出入哦。好，那但是我想这些名单的记载，好，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好，也都有它的这个父母亲取名字对，或是的上帝给他的期待，但这些名字呢，其实都被记载在这个历史书上，撒母耳记下跟历代志上，好，在不同的年代分别记载下来，好，甚至在历代志上又增加了许多的勇士，好，那可以看见大卫他的一生的征战，并不是靠他个人啊，其实在这边他真的需要有这一群的勇士，在大卫的身边，好，来辅佐来协助。大卫才有办法能够好去打赢这么多的场的战争，好，才能够把以色列的王国江山好能够稳定下来。好，那这里就举这几个比较我们常会看到的名字，好，一个是亚撒黑，好，是这个约押的弟弟，好，那是属于约押的老三，好，所以在这个30勇士的名单当中，好，不论是3巨头30勇士都没有出现约押，好，反倒是他的这个二弟好亚比筛好被放到第4，然后他的小弟呢亚撒黑呢放在30勇士当中的名单的第1。好，那但是因为约押他是元帅啊，所以他的官位比这些勇士头衔更大。那还有刚才我们看到的比拿雅，好，那这里的名字又有在出现了，在30勇士的名单当中。好，但这个比拿雅刚才讲到他是甲薛，好，甲薛人，所以跟这里的比拿雅好是比拉顿人，好，所以这可能是不同的人。好，但是呢，这里还有提到一个名字是以连是亚希多弗的儿子。好，那这亚希多弗呢，就是撒母耳记下的15到17章。好，就是押沙龙背叛的时候呢，从大卫的阵营跳槽到押沙龙阵营当中，替押沙龙出凶狠恶毒主义的这个亚希多弗。好，那他是这个拔示巴的阿公啊，好，因为他的儿子就是以连，好，那以连的女儿呢就是拔示巴，好，所以还有看到这30勇士还有赫人乌利亚，好，所以这也是拔示巴的丈夫，好，所以可以看到这几个名单的关系，好，呈现在这里，好，所以让我们有一些线索，好，可以去了解在这些故事背后，好，其实也有一些是姻亲，好。然后宗亲，还有一些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啊。那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在大卫他临终的遗言呢，不断是发言，好，也是一种预言，也是一个智慧的箴言。好，那他也教导，好，用诗歌好来让百姓好留下，就是上主要期待，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来同行，就会像早晨的阳光，好，清晨的日出，雨后的光辉啊！上帝的旨意就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这天上。而吉撒非利士人的3位勇士，他们的英勇事迹呢，不仅是个人，也是上帝的作为，也是上帝差派在大卫的团队当中，一起来为这个国家好来效力，好来摆上，来为主做见证。
那也当中有3位勇士在大卫口渴的时候，不过是一句话，他多么想喝他家乡的井水，而这3位勇士呢，就连夜冒死卖命去将这个水呢给取回来，然后献在大卫的面前呢，但是大卫呢他不敢喝，又把这样的水呢当作血一样来献在这个上帝的面前，所以这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那30勇士的名单，那在这里有31位啊，那在历代志有46位，那但是这里总共呢加上去有37个历代志说总共是37个人啊，不论是数字是多少，但是每个名字呢都好像记载在生命册上一样，虽然它有的只有短暂的出现，有的甚至连在其他经文出现都没有出现，但是这些名字呢就是记载在上帝那边，即便人不太了解不太认识，但是上帝认识上帝了解就已足够。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记载在生命册上，而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的，就是得胜羔羊的这个所救赎的生命，也是将来要应许进入到新天新地永恒的荣耀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在生活当中学习作为得胜者，让我们胜过仇敌，胜过罪，胜过死亡的，胜过惧怕，让我们能够来践踏蛇与蝎子，让我们能够得到平安和喜乐的生命，能够为主做见证。因为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愿你的生命的灵智慧的灵愿你充满能力的圣灵能够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永成兄，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身体彻底的